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雲林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的特展，今年來到第4屆，這屆是展出着館內21位大師的作品。第4屆成功團契雲林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特展，佇咧本館處1樓的展覽廳盛大規模。今年展覽內容包括增佛、剪黏、車鼓陣和小步技術等等4大領域的作品。規劃了4大講師、4位大師級的這個體驗課程，民眾可以近距離的來接觸。雲林今年增加5組個人甲團體去登錄做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，有包括爸爸協傳承車鼓陣的楊明統、吳憲山，還有吳鳳珠老師。咱台灣這種文化嘛是愛繼續傳落啦，一代傳一代嘛，袂使叫袂啦。車鼓陣是一種技術無毋對，但是伊是一種人發出來、製作出來、創作出來，符合着台灣庶民文化一種文化。展覽時間到8月11日，現場嘛有推出特殊課程，讓民眾都有機會親身體驗。